從聖經真理點亮生命，從心靈故事啟迪人生。靈命日亮，每日與你同心同行。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願我哋以下嘅時間放開憂慮，讓聖靈進入我哋嘅心中，引領我哋親近上帝嘅話語。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題係豐盛的恩典。我哋先聽一聽今日要讀出嘅經文啦。創世記1章1至13節。起初上帝創造天地，地是空虛混沌，淵面黑暗。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。上帝說：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上帝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開了。上帝稱光為晝，稱暗為夜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這是頭一日。上帝說：諸水之間要有空氣，將水分為上下。上帝就造出空氣，將空氣以下的水、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了，事就這樣成了。上帝稱空氣為天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二日。上帝說：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，使旱地露出來，事就這樣成了。上帝稱旱地為地，稱水的聚處為海。上帝看着是好的。上帝說：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，並結果子的樹木，各從其類，果子都包着核，事就這樣成了。於是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，各從其類，並結果子的樹木，各從其類，果子都包着核。上帝看着是好的。第13節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三日。梅克西亞喺51歲嘅時候呢，就決定學習植物學，於是佢就成為大學1年級嘅新生。後來喺佢13年嘅職業生涯當中呢，佢就走遍中美洲同南美洲，發現500種新嘅植物。除咗佢之外，好多科學家每一年都發現將近2000種新嘅植物。喺創世記第1章記載，上帝將空虛混沌、淵面黑暗之處變為繁盛之地。喺第3日，上帝就將水同陸地分開，使到陸地變得適合人類居住。喺1章11節，新譯本咁樣記載話：地上要長出青草、結種子的蔬菜和結果子的樹木。嗱，呢啲蔬菜同果子可以供給我哋食用。上帝創造嘅果樹唔只係一種啊，而係種類繁多。上帝唔單止係一位創造者，佢更加係創意無限。佢喜歡創造各種不同類型嘅植物、動物以及天上嘅星星。如果上帝只係讓我哋有食物足以果腹，咁樣佢只係創造一種結果子嘅植物咪夠咯？但係上帝嘅創造係何等嘅豐富，佢所做嘅盡都盡善盡美。上帝嘅豐富唔單單僅限於佢嘅創造，佢仲賜下豐盛嘅恩典。正如使徒保羅喺提摩太前書1章14節佢話：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心和愛心。正如上帝創造萬物一樣，佢將我哋嘅需要放喺心上，賜下嘅恩典係遠遠超過你同我所需要嘅一切。各位朋友啊，上帝嘅創造會點樣彰顯佢嘅美善同埋豐盛嘅恩典呢？上帝有邊啲豐盛嘅恩典
係你可以同人分享嘅。創世記1章11節，上帝說：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，並結果子的樹木，各從其類，果子都包着核。邀請你，我哋一齊禱告啊！天父啊，感謝你創造咗一個美麗嘅世界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靈糧透視。創世記第1章描述喺天地萬物被創造嘅過程當中，聖父同聖靈嘅作為。但係新約亦都明確指出，三一真神嘅第二位格耶穌基督呢，亦都同樣積極參與創造。喺約翰福音1章3節話俾我哋聽，萬物是藉着他做的，凡被造的，沒有一樣不是藉着他做的。而哥羅西書1章16節亦都補充話，萬有都是靠他做的，無論是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見的、不能看見的，一概都是藉着他做的，又是為他做的。而家耶穌基督依然維繫住佢所創造嘅宇宙，彰顯佢嘅恩典。求聖靈幫助我哋靠着基督活好今天嘅生命。如果你對今日嘅內容有所共鳴，邀請你可以轉載同其他人分享，又或者可以下載靈命日糧嘅手機應用程式，繼續收聽其他嘅屬靈材料。甚或你都可以留言同我哋分享，彼此代禱。願上帝賜福於你。